你有冇試過，無論你幾努力寫顯化嘅清單，幾努力去做正面嘅思考，但係生活都好似係停滯不前，甚至好似陷入咗一個死局，不斷咁遇到同樣嘅挫折，不停喺度循環。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Reiki Realm 你嘅靈氣療癒專頻，我係 Candice。我係一位靈氣療癒師，亦都係一位阿卡西記錄解讀師。今日我哋嘅靈氣會幫你去處理一啲限制性信念，而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潛意識都好似一個巨大嘅資料庫。由你細細個開始啦，身邊嘅人對你嘅評價、老師嘅責備，或者一段失敗嘅感情，呢一啲記憶，雖然你以為已經忘記咗、寬恕咗、經歷完，但其實佢哋已經幻化成一啲細胞性嘅記憶，深深咁印咗喺你嘅能量場入邊。呢啲記憶會形成一啲限制性信念，例如係我處理唔到咁多金錢，我唔夠好，所以人哋會離開我，或者係成功係要好辛苦先可以換到翻嚟嘅。當你嘅表意識係話，譬如我想顯化財富，但係你嘅潛意識卻喺度不停講我唔值得，呢兩股能量就會互相抵消，形成內在嘅衝突，完全係阻礙緊你顯化更大嘅進步。今日嘅靈氣係會配合埋肯定句一齊去進行，而今日用嘅肯定句會調轉一個方式去幫你去做。我哋會以問題嘅形式去挑戰你嘅潛意識，令佢更加容易深信一個新嘅現實。咁你可以揾一個舒服嘅地方坐低或者瞓低，呢一啲肯定句呢，你只要聽就可以啦。喺開始之前呢，記得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啦，因為我每個星期呢都會更新唔同嘅靈氣療癒，亦都記得 like 同埋 share。甚至如果我曾經喺呢一個 channel 上面幫助到你，作為能量嘅交換，你都可以呢用超級感謝呢個功能呢去支持一下我哋呢個 channel 嘅製作㗎。你釋放所有關於我唔夠好嘅舊記憶，你接納並擁抱最真實嘅自己。你嘅價值係由你自己去定義，而唔係別人嘅說話。你值得擁有無條件嘅愛同埋豐盛。你放下過去對自己嘅批判同埋苛責。唔知點解呢？你對宇宙嘅豐盛係保持開放嘅態度，因為你值得。你係一個充滿力量同埋智慧嘅人。當你愛自己，全世界都會開始去愛你。你係值得擁有成功嘅事業同埋順利嘅財運。點解你係一嚿好運嘅磁石，吸引住所有美好嘅事？點解宇宙咁喜歡你，不斷為你安排最好嘅路？點解無論你去到邊度，好運都會跟住你？你做嘅每一件事都非常之順利，水到渠成。唔知點解呢？財富同埋機會正由四方八面咁流向你，你嘅身邊都充滿住貴人，隨時都可以準備幫助到你。點解你嘅磁場每日都會變得更加強大，更加清澈？點解你越嚟越容易可以放下對未來嘅擔憂，活在當下？點解每一個挑戰都會變成你成功嘅跳板呢？你嘅直覺變得好靈敏，引領住你做出正確嘅決定。
你對生命入邊所有嘅變化抱住開放嘅態度，你亦都感恩生活上面大大小小嘅事情，每一件事嘅嚟到都有佢嘅原因，亦都有佢嘅祝福。你接納你嘅不完美，因為呢啲特質呢，成就咗獨一無二嘅你。你嘅顯化力同埋自信心呢，係同步咁樣提升中。當你越相信自己，顯化就越快嚟到。點解你越嚟越容易清理到對金錢嘅匱乏感？你容許財富好似呼吸咁自然，好豐盛咁樣流向你。你深信你係唔需要做任何嘢去證明自己，你嘅存在本身就值得擁有最好嘅安排。你可以建立健康嘅邊界，只容許人尊重你，只歡迎愛護你嘅能量進入你嘅生活。你放下對過去嘅悔恨，亦都放下對未來嘅恐懼。你喺當下呢一刻就係充滿能量。你同宇宙嘅豐盛頻率同步。你值得，你擁有，你感恩。點解你對於自己嘅才華係充滿信心？點解你付出嘅每一分都會得到宇宙加倍嘅回報呢？點解你信任你嘅直覺？點解你深深知道宇宙係會透過直覺去引領你走去最豐盛嘅道路？點解你唔需要好辛苦，啲好運同埋財富都會好自然咁流向你？點解你越嚟越欣賞自己，越嚟越愛自己，而世界又會回饋咁多美好嘅事俾你呢？感謝宇宙帶領我嚟到呢一條影片，感恩宇宙一切嘅安排。宇宙，我已經接收；宇宙，我已經接收；宇宙，我已經接收。多謝。